婷婷，一个漂亮又温柔。这是呆妹，她总是会突然抢出来吓人。不对，是贱人。这两个女孩家住附近，从国小到高中都在同一个学区，所以上下学的路径也都一样。他们会一起上学，一起吃饭，甚至连打工也一起，也就是所谓的姐妹淘。就这样，婷婷和呆妹一起在饮料店打工，慢慢熟悉环境。你只要再按下这个御姐牡丹，还不简单，看，就这样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呆妹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你。那你看我很不会啊，计算出来，只是我们一个都是一个来啊，你是第11个嘛，我们这样来做这个想法，按你就完嘛。是你。还有我呢，还有我呢。你好。你要喝什么吗？你想喝什么呢？都好，有些好。那我帮你调。我调水蜜桃啦。哇，怎么一滴水都没有啊？因为有半杯在我这。小心饮料别洒出来哦。好啊。尤其是你，慢慢来哦。送完饮料就可以回家了。好啊。你好，我要报案了！我这里有一个孕妇受伤流血了，赶快派救护车来！我哪里快有小衣服啊？朝着你出现的方向，缓缓地唱着喜泪淡化，那是幸福弥漫的样子。让我们手牵手，为爱启程。